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孝金章法师，是尊贵的赞图古仁波切的弟子。那我们这一期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期呢，依然跟大家分享尊贵的赞图古仁波切的承诺。那一连串的分享了很多个，这次仁波切的承诺特别版第2版。这次的分享是已经到了尾声了。这是第5章创造传奇的就是尾声。我们之前已经把仁波切在马来西亚的各种经历都已经分享了。那上2期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众人眼中的仁波切，就是仁波切从小到大的朋友啊、师长对他的印象。那来到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照片。那就是一些之前有看过的照片，只是快速的做一个回顾。那这个部分呢，叫做一图胜千言301页。仁波切出生的年代就在西藏佛教突然在西方世界受人追捧的前不久，这绝非偶然。多个世纪的深刻佛法印记促使他今世在年幼的时候就拥有一位大上师堪苏洛桑达钦仁波切在新泽西豪维尔一个极静小镇结缘的殊胜机缘。自那时起，仁波切便不断地遇见许多杰出且修行成就极高的学者，尤其是在1980年代抵达印度之时。那时候不仅是格鲁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已经重建好，而且大部分著名的高僧大德仍在世，依然在转法轮。熟悉西藏佛教的人们一定会即刻认出以下的名字：尊贵的迦杰拉提仁波切，尊贵的丹玛罗却仁波切，尊贵的堪苏强巴耶西仁波切，拉玛梭巴，尊贵的根尼玛仁波切，尊敬的格西南杰旺千仁波切。此处只列举部分的名字。最后，仁波切都有幸向这些大师学习佛教教义，以及从他们那里接受各种修持法的法脉传承，更有幸伴随大师们出游，服侍他们，在自己家中位于甘丹寺的占拉章招待他们。这些照片让我们一睹仁波切以当代极为最受敬重的上师和行者之间的亲近关系。那这部分就是所有的照片的总和。其实有一些照片是新的，有一些照片呢是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的。那这里讲的是仁波切，就是他主要是让大家看到他跟各位就是那些重要的僧人们的一些互动的一种照片。来到这里，好，我们可以看就302页和303页。这些呢，在302页主要是寺院内的照片。那寺院肯定指的就是甘丹萨基寺。那这是甘丹萨基寺上面的这个是仁波切跟一些高僧们一起参加法会的照片。左边那一张呢是跟101任甘丹赤巴杰逊龙日南杰仁波切以及至尊颂卓图仁波切、尊贵的格西洛桑潘德及尊敬的噶丁仁波切在甘丹寺共修法会。那这些通常坐在前排的这些戴上帽子，这些都是仁波切。那右边这张呢是尊贵的涅日赤珠仁波切，第101任至尊甘丹赤巴、至尊颂卓图仁波切及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好，那接下来就是302页下方呢，这个是在南印度卡纳达克邦的甘丹寺，跟第103任至尊甘丹赤巴杰逊罗山丹真仁波切合影。那右边这张也是，左边起呢是103任至尊甘丹赤巴，中间那位呢是尊贵的堪苏强巴耶西仁波切，
而右边的这自然就是尊贵的占都仁波切。那这张照片主要显示的是，他们都是来自就是同一个寺院的人，都是来自泽木寺的。这占都仁波切虽然本身这一世并不来自泽木寺，但是他的前世却是泽木寺的住持。好，那我们看右边303页，303页呢，这显示是在尼泊尔，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拜见至尊迦叶帕本嘎卓图仁波切。那上面的2张都是那仁波切带领的，那时候仁波切带领弟子去到尼泊尔的时候，就是顺便去拜访这一世的迦叶帕本嘎卓图仁波切。那下面这2张呢，是仁波切跟至尊灵仁波切现任的至尊灵仁波切的合影。左边那个是仁波切年轻时跟至尊迦叶灵卓图仁波切在印度菩提迦叶的合影。那右边呢，这是仁波切跟至尊灵卓图仁波切是在马来西亚，当时是就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仪式。在场的还有马来西亚的其他的一些怎么说呢，非政府团体的一些就是宗教界的人士。那303页304，那一眼看过去，大家应该都有一个概念了。那主要呢是仁波切跟宋仁波切的合照。那304页呢是仁波切跟前世的宋仁波切的合照，而305页呢是仁波切跟今生的仁波切的宋仁波切的合照。那304页这里呢的左边呢是占都古仁波切跟他的根本上师至尊迦叶宋仁波切，那关系非常亲近。那在上面的就是上面中间的那一张图片呢，它显示是宋仁波切当时到图登达戒林的时候，到仁波切的房内去看唐卡。那右边中央呢，那是在洛杉矶的唐人街共舞，那时候是宋仁波切在洛杉矶的时候，怎么说呢？他会偶尔会到唐人街去购物，那仁波切也就会陪同在侧。那左下角那张图是非常有意义的，看到宋仁波切牵着仁波切的手，而且他们关系是非常好的。这是304页的下面中间，那显示宋仁波切在为仁波切就是剪下一撮头发，因为当时占都仁波切已经就是已经答应了宋仁波切会出家为僧。那最右边这张下面右边这张图呢，这个是格西竹清格尔辛宋仁波切，丹增旺秋和年轻的占都仁波切。那这个第305页呢，是这一世的宋仁波切跟占都仁波切的合照。那上方左边这一个呢，是占都仁波切跟至尊迦叶宋仁波切，第一次会面时，仁波切供养给他一尊文殊菩萨像。那这次宋仁波切对这尊文殊菩萨像是非常喜欢的，就把它放在房里，放在床边。305页的右上方呢，那是尊贵的阿扬图贤仁波切，尊贵的占都仁波切，尊贵的宋卓图仁波切。那
那中间呢，这一页的最中间的部分，那是年轻的仁波切，就是跟少年的宋仁波切的合照。右边呢，那是宋仁波切比较小的时候的照片。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只要可以的话，仁波切都会把宋仁波切抱在怀里，带在身边。那下方呢，这个是仁波切在2006年率领弟子到关丹萨祭祀的时候，所拍摄的。当时仁波切向宋仁波切就是解释他在马来西亚的各种佛法事业。这个306页，这是珍贵的赞多格仁波切跟至尊下巴曲杰解训洛桑尼玛仁波切的转世，在甘丹寺。那右边呢是写寺院，主要是显示仁波切跟拉提仁波切之间的。以尊贵的加杰拉提仁波切在甘丹寺合影。那右边这一个也是跟尊贵的拉提仁波切。左下角呢，带着一组马来西亚弟子到甘丹寺朝圣时，与加杰拉提仁波切合影。右下角是尊贵的赞都仁波切和加杰拉提仁波切，以及堪苏强巴耶斯仁波切。那拉提仁波切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就是如果没有拉提仁波切的话呢，仁波切可能也不会到马来西亚来弘法。那是拉提仁波切是其中一个坚持要仁波切来马来西亚弘法的大师。那接下去这一页呢，308页、308页、309页主要显示都是仁波切跟堪苏强巴耶斯仁波切的合照。那下面呢有仁波切像堪苏强巴耶斯仁波切生予供养的照片。那不管在仁波切在被认证前或者是后，仁波切对上师的精神呢是始终不变的。那右边这些图呢，也是仁波切跟尊贵的堪苏强巴耶斯仁波切的合照。那很多时候，其实仁波切会充当堪苏强巴耶斯仁波切的主要助理和翻译员。那右上方这张图呢是还加上一个堪苏强巴耶斯仁波切。那好，下面这些就不特别介绍，是有包括仁波切在卫士。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再翻开一页，这些也是在寺院的造型。甘丹寺2006年，那是跟甘竹哲令仁波切。中间呢，这个也是跟堪苏甘竹哲令仁波切合照。好，那311页，311页，与甘丹讲知寺前任住持尊贵的堪苏仁波切洛桑绰绰相见。
那右边右上方那个也是同样的，它是正面，拍摄的是看苏仁波切在洛桑戳着，看苏仁波切洛桑戳着在甘丹藏拉藏合照。那下方呢是拜见甘丹萨基寺前住持2006年与堪苏达巴丹真仁波切在甘丹寺的私人会晤。接下去呢是312页、313页，也是在寺院的一些照片。这是堪苏仁波切洛桑戳佩在赞拉藏向赞助仁波切身上供养，这是中间左下的图片。与甘丹讲知识前任住持堪苏仁波切洛桑戳佩相见。那这是另外一个。向甘丹萨基寺前任住持尊贵的堪苏阿措仁波切献上供养。那313页呢是赞度仁波切跟其他高僧一同迎请一尊至尊武士教仁波切进入甘丹讲知识，此项由赞度仁波切所供养。那接下去呢，这下去图片。另外3张图片都是仁波切跟堪苏仁波切洛桑潘德的合照。左边的这个314页的图片主要是显示。那是仁波切跟永嘉仁波切会面的一个情况。当时仁波切在美国，那刚好就永嘉仁波切也在同一个城市，所以仁波切就迎请永嘉仁波切前来。那最右边这张图呢，是仁波切第一次到西藏朝圣之行时。跟尼木杰吉斯住持合照。那尼木杰吉斯这个住持呢，就是右边算起第2位。接下去了。316页。那316页呢是甘丹萨基寺及讲知识的度故门，从一边算起。色供参僧仁波切、迦杰颂卓图仁波切、色供多杰强、堪苏仁波切洛桑佩杰、堪苏仁波切洛桑卓佩。这张图呢是甘丹萨基寺和讲知识的度故门，从右边算起，是色供参僧仁波切、迦杰颂卓图仁波切、色供多杰江、堪苏仁波切洛桑绰佩、堪苏仁波切洛桑绰卓、堪苏甘竹哲令仁波切、堪苏达巴丹真仁波切、赞度仁波切以及下巴曲杰洛桑尼玛仁波切。那接下去这一个317页呢，是赞度仁波切跟他的其中一位上司尊贵的迦杰刚坚仁波切在马来西亚相聚。那右边这张呢是1990年藏历新年，在迦杰刚坚仁波切的鼓励下，赞仁波切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冈坚拉藏给了一段播法开始。那下面这个呢是跟迦杰刚坚仁波切以及堪苏小巴伊斯仁波切合照。
那319页这里呢，这个上方是尊贵的迦杰扎贡仁波切在印度加德满都的扎贡拉藏。那接下去的下面的这一张是跟着棒洛斯林寺的尊贵的丹玛洛硕仁波切和堪树羌巴伊西伦波切在印度加野合照。那我们这一期的分享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那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使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是，说是佛法心要诸圣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世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寻着正得金刚持果位。愿我正直善根力，速记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领安置是佛地。愿以火焰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系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此相属二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人吉祥，一切时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也普及遍十方，上一教法具光照三业，众生未尽其性恒常住。